中东战争伫咧拍，即马攻击目标是已经渐渐转向核能设施。伊朗3月2暗时空袭以色列南部伫咧做核研究的城镇，是造成要100个人受伤。也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最后警告，伊讲伊朗伫咧48点钟内，若唔完全开放荷姆兹海峡，就会甲因境内所有的发电厂来毁掉。 美国总统川普2日暗时伫社群媒体发文威胁伊朗伫48点钟内全面开放荷姆兹海峡，阿拉伯会锁定攻击个毁灭伊朗所有的发电厂，而且会上大一早开始。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强调，过去22天，美军已经重创伊朗威胁荷姆兹海峡航行安全能力。 Iran's ability to threaten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degraded as a result, and we will not stop pursuing these targets. 针对川普最后通牒，伊朗官方媒体马上回应，那伊朗的能源设施被攻击，部分地区所有甲美国有关系能源设施也马上受灾殃。伊朗是伊报名空袭以色列南部主要核子研究中心附近2个都市迪莫纳加阿拉德，造成建筑物严重损毁。救援单位统计，总共88人受伤送医。这是美国甲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开战3礼拜以来，以色列核子研究中心第一摆遭受威胁。להיכנס לחדרים ממוגנים, להיכנס למקלטים, וזה המצב הכי טוב כדי להינצל מאירוע כזה שהמיירטים לדאבוננו לא הצליחו להירד. תודה. תודה רבה. 虽然以色列一直无承认有核武，不过迪莫纳里被叫做中东飞机核武库的西蒙佩瑞兹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干那13公里。伊朗强调，这摆空袭就是要保护伊朗纳坦兹核子设施之一遭到攻击。针对这事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强调，会加强防空能力，在各方面打击伊朗。以色列教育部也宣布，2、2甲23全国教育机构停课。另外，以色列国防部2日也预告，说起这礼拜对伊朗的攻击会更较慢。公视新闻警环庆编译。